所以讲呢，你就会心不清净，你就会心不清净。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这个法律呢，法律呢，就甲伊引导伊咧休顿的所在，较拄仔是伊咧禅定的所在，即摆是伊咧休顿大的所在，边境呢，拢要火炉微盘啦，车暗的头前，拢总是猛兽乱窜，真惊，咱来看就敢会惊。伫这个时阵，道神呢，伊故作惊恐，发扬伊心肝来讲奇怪你是一代宗师，为什么佫会惊啊？咱过以前即个才爱讲意见意见。那就是讲，咱今日伫修行学道来讲起来，为什么他都来讲喜怒哀乐此谓花，谓之中花之皆众者。伫即个所在，也就是咱今日当着的内底，就是爱无起心动念。爱无这个起心动念，你是安住的。无论你今看到好甲歹，当到好甲歹，你都是安住的，无去互动摇，搁而且有所动作。袂讲讲看到了后，毋是动了，搁嘴嘛动，动作嘛动，他是安住。伊毋知吗？我知，但是我无动。我知，我无爱讲，安住。袂因为安尼呢，你着起心动念，你就是去互救你是安住的。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伊就讲，你阁有恐怖的心嘛？这道神甲反甲更甲问来讲，迄是讲迄个法律，伊咧问一代宗师，你一代宗师，你阁有这个恐怖的心？当然伊嘛感觉讲，有问号啦道神反问来讲，你看到啥物？你看到了啥物？毋通去外表的表象，甲你迷惑去。你莫看到这个外表象，来使你呢袂去依来起心动念。你看到这毋是真的，因为伊毋是真正叫惊的。那么呢，道神看到这个发扬去攀爬的时阵，伊咧打造的这个石椅边缘，甲写一字粉，遐着写一字粉，你感觉这个？唔敢啦，咱会尊重啦，因为粉啊，所以讲伫这个时阵，发扬伊就水放来啊。当伊上咧坐的时阵呢，忽然去看，哎，差一说来去坐个粉啦，伊嘛惊一个啊，怎啊跳起来？道神就讲，你阁有这个？其实嘛，就是讲你今仔日看到啥，你要安住。安住，你无讲，无代表你唔知，因为你看到、听到了了分明，但是我袂去互这个好甲歹，互我的嘴叮当互我的心叮当互我的动作叮当唯一我就是保持，看着我知，尊重的当中内底，咱就要坐较边仔，还是安怎就好人啦，伊看着安尼，伊嘛阁惊一个，因为伊我当去安住，所以伫这个时阵呢，道神嘛是上天安问伊啦，所以讲这个法律呢，伊就来起一个位观，感受着禅的这个西方化就对啦。所以呢，就规日道神咧头前，甲显示禅的真妙。道神甲伊讲，千百万法门，同归于红尘之间。所谓法门，敢是拢总是对即个红尘之间来生活，敢是？无数的美妙的德行，敢是对即个心源于心灵所来提摸出来。敢是？是啊，对你的心对你的内心。所以伫这个所在，伊讲着体嘛，讲着用嘛，嘛是咧讲着咱本心嘛。所以讲不是本心邪法。当你了解的时阵，
你就知影你所着手的，对你以后心性、佛性会有帮助。如果你若不识主本心，你所做的一切、所修的一切法门，拢总是还落入生死，因为你要找个原因，因为你不识本心嘛，要别讲识主本心、见主本心，名永不天人师佛世尊。所以讲呢，咱今日修行学道，当然修行是一直找着咱的本心，嘛毋过迄个本心是秉持基足至善，止于至善之地而已。但是咱的本心是毋是有去失去？所以毋当讲咱先得要破修，要破修，所以讲呢，先做要讲，外境本来就无好歹袂错，正闹定的分别，所有的差异拢是因自心而生，是咱心生出来的所以讲呢，这个法要呢，听着四祖安尼甲讲呢，大彻大悟伊就一概往一懒的习惯，毋免去坐啊，这坐落去会出发啦。第二嘛，袂当找着真经，敢是？家己伫遐坐，袂当找着真经嘛。但是你这个人断送你一生的宝贵生命。你伫遐坐清净，但是你无法度了脱生死呢。敢是安尼？所以讲伊去体会着安尼了后，伊一概往迄个懒的习惯，伊开始开门授乳，刚经说法啦，度众嘛。所以讲每一工拢忙着不亦乐乎，忙着不亦乐乎。所以讲呢，伫即个所在，伊来修了着即个道地，拢总甲伊供养伫即个寺院内底有300多个即个精众咧修行。所以讲呢，即个牛头山最后成为上大的修禅道场。咱各位先生，你若伫遐坐，互你成就是因为你家己。难道即摆了解了后，伊来供养了着即个道场，互300个即个精众修行，较好还是你伫遐坐较好？当然啦，但是你若无行出来，没有这300个精众，叫咱咧修道干嘛？咱无行出道出袂来呢。我们跟和尚不一样，和尚是比较等着人家来的。泰国就是咁安尼，我讲咱个有安尼去到南遐安尼，那个道拢无人代志呢，个信众安尼家己拢在讲伊死，但是死运无共款所以讲呢，咱一定爱行出，袂使讲伊家己好就好啦，不行所以讲呢，这个内心清净外在环境就清净，内心污染外在的境界就无清净。所以讲呢，心净就是咱家己心，心净则无罪，心不净亦有欠共款还是有罪过错就对了啦。所以讲呢，咱的心别咱的调养真的，安尼做生意的主人，就是调养咱的心，要安安住咱的心一条，莫落入好根班东方人坐作了罪业，两分求生西方；西方人如坐罪，两分求生中国。所以讲呢，伫咱修行，所有的法门宗旨，无非就是拢总是相像，要咱意念清净无染。各位先生，敢是安尼？所有的法门是安尼，只是方法不一样敢是是为是用念的，为是用坐，为是安怎，无非终归也就是了心念清净，恢复咱的菩提自性、有自清净安尼那东方人坐罪，讲要求生西方若西方人坐罪，要求生对是啊？所以讲呢，这就是甲咱讲，甲咱讲呢，咱
不是念佛求生西方，你要从你的心去改变。所以修行，爱名利，唔但囫囵吞枣。囫囵吞枣的意思就是讲，伫你了解无够清楚、无够济，的当下，你还不接受，就误会啦，咱人讲最不好的，就是这样。修道若是安尼的，无不定定的瞎修行，你一世人斗面迄落去，其实到最后你还是一场空啊。所以讲净土无分东西，无东西分别啊，无有东方面甲西方面，东方面心境当下就是净土啊。所以讲，分别将娑婆世界化作联邦的佛国呢，毋是讲要互人修的，迄个时阵咱等于西方极乐不是，伊要将娑婆世界化作联邦的佛国，所以毋但教下了着五道经典，就是要开启了着咱的智慧，互咱会当真正真修实的，去离本无，恢复本有。互咱的心会当260中拢是清净无碍，所以心净即个透净，无要咱往生。所以要等于西方伫遮着爱行西方路，着爱心有够净啊！你敢有条件为迄个净土嘛？敢是安尼？你要去公司，敢要条件？哎呀，爱符合咱的条件啦。这是或许呢，伫今仔日，就这段啦到遮，叫咱大家做一个做伙学习啦，当然有真侪个不答意，希望咱经理领任处长组长也在座各位前贤当体谅就感觉讲有用用的可以参考无用用的就改放落去。毕竟或许还是在学习啦，所以讲呢，真侪不足的呢，方面所以或许呢，即摆就讲到了第122页，上尾遐念佛求生何国，真正意思佮过有听会出去每年。第122页，上尾迄个。100，还有念佛求生何问号，即摆落去就是讲，凡有不了自性，就对即句开始，这是或许伫遮咱各位浅浅啦安尼什么人要来心得分享？来啦，免讲了。来啦，免搁互我讲啦，免搁点名啦。其实嘛是学习啦，嘛是学习啦，无算咧先自告本人。谢谢。简单师，各位浅浅大家晚安。讲师晚安。其实因是咱
班讲到呢，要做单应该最后一班。啊，因后吼听咱房经理咧讲解即个伫即个医文病这篇吼，事实上谈得真的是很透彻。哦，咱哪有感觉？讲甲足透彻诶。哦，啊，所以呢，这嘛是一直就是讲，伫学校还未要迄个讲到因后的这物件的时阵呢，因为最近学校有看到一块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吼，跟我们学习的这个吼，有一点是差不多有迄个相应。哦，咱互我先讲一个简单的故事，讲有一对公孙啊吼，一个阿公啊带孙啊，啊去伫河边吼，伫遐坐，啊见到迄囡仔换细汉啊足古锥的，啊古锥就学袂问，啊因阿公咧看册，带去河边，毋是咧钓鱼，伊是咧看册。因孙仔甲问讲：阿公，为什么你拢常咧读册？你敢有记咧？哦，敢你敢拢有记条诶？啊，阿公笑一笑，想讲啊，这囡仔甲伊问安尼，啊也是很有智慧，就甲伊讲安那讲，无记条的吼，是无法度通逐项拢记条的。来，啊，迄个遮拄有一项拿，迄拿啊吼是钓鱼仔边的，啊，古早的人袂拢会用迄，像咱迄人以前讲迄打安枪啊，还是迄个。下拿的三回迄个拿，啊，因是咧拌煤炭的就对啦。所以吼，伊就甲讲啊，遐一卡煤炭迄个拿吼，你拌起吼，较一寡水来，安尼啦，就甲因孙仔讲叫伊用拿的去较一寡水来。啊，迄孙仔吼，伊嘛是听阿公的话啊，伊就走去拌迄卡拿来。伊讲阿公，这要较水哦，伊讲对，你去较水。结果伊就压落去较水。啊，较起来的时阵，就拢老了，干安尼滴啊，看来换阿公就无水啊。啊，阿公讲啊，无水啊呢，搁去开。啊，他这样来回，开了3、4届。啊，3、4届的时阵吼，伊就足生气的，伊讲啊，明明真的袂较水者，你天天啊叫我去较水，安尼啊拢无水啦。啊，阿公就甲伊讲，虽然无水，毋过你敢有发现？即卡拿交你拄仔搬要去开的时阵，有啥物无共？啊，迄个阿孙吼，就伫遐看着很疑惑。啊，就明明嘛是我拄仔搬去，迄卡拿他会甲阿公无共。阿公甲伊讲，你无感觉拄仔卡拿是足乌，咱顶咧炭的煤炭的，啊，即卡拿变安怎？哦，阿孙看着的时阵讲。拄仔是做乌的，但是真吼，迄乌的已经无去啊，吼，所以呢，伊心肝呢就咧想讲，啊，乌的既然无去啊，吼，经过几次伊安尼压落去较水，就等于甲伊冲洗掉去啦。啊，所以呢，阿公甲伊讲啥呢？甲伊讲吼，这就亲像咱读册的过程啦。有当时啊，像咱无孝这个弟弟嘛做歹，但是呢，读过无一定讲有去的。哦，啊，毋过时间久的时阵呢，多少拢会对咱的心情有帮助，甚至咱若会当甲运用伫日常的生活当中，是毋是咱会当更上一层楼？对咱修行这条路、心性的提升，是毋是有帮助？因为呢，咱足足当今吼，咱无法看，敢若有出侪人已经读过不来届，咱无法只落是第一届，哦。啊，所以呢，第一届呢，吼，来听这个六祖坛经，啊，会感觉讲，愈听吼，真正愈欢喜安尼啦，会感觉讲，哇，这个意境内底吼，拢足好诶，拢感觉，啊，尤其是咱六祖咧回答这问题，人讲会讲拢千出千出，啊，足简单甲伊指点。安尼毋是讲较足深，啊，所以咱家己嘛是应该，哦，搁经过这经历吼，因安尼收一遮侪资料来，互咱甲咱讲解了后，相信咱应该拢会当得到搁较好的即个启发啦，吼，会
启发啦。所以呢，这是咱河汉的银行拄啊好109年，咱的即个合作单顶来做上尾啊办咱河汉是咧分享即个心得感觉讲读合作单顶真正是会当提升咱的心灵咱的心灵会当搁进一层的启发，谢谢。安尼有啥要个分享者，因为咱属于分享者有啦，都做客气啊。最主要是内观呐，内观要互咱咧清净，可以互甲咱恢复甲自然，恢复甲咱学习如初迄个清净的本体，这是一个重点。拢无外有环境，那么呢，这是一个当然境界无够，还是定力无够，当然是影响咱的因为透过人事物。社会力量，家庭，种种，这种有当时毋是最直接的关系，但是嘛是关系啦，最主要就是要互咱家己，要互咱学习如初，这是一个重点。所以讲咧，因为这个次数咧，借着这个问题，这个西方甲东方这个问题。咧抓出讲咱真正咱要追求的是啥物？当然咧，这内心清净这句也是上重要。因为这是咱拢会安尼引起，当然是由妄想心开始诱害，开始动心，开始染定欲物，烦恼开始形成，种种这因缘开始诱过来。这个开始所以讲咧，当然咧，学成如初，当然爱气度，爱修，当然这是一个功夫，嘛是因为有着修道一个经验当中，咱真正爱真正一个功夫，无一个果效，当然咧，是你讲迄个咱师主长拄仔过来遮，安尼用迄个伊咧店咧炒，咱迄个。庆祝是迄个咱政府组长，就伫另外差一点，迄点真正无简单的着，迄水落出迄个落打真正是，讲差点外钟，所以讲迄真正就是，迄个真正功夫，真正爱配合，嘛是爱真正有一个，真正有耐心，种种，你若有时心较细，这无法度啊，这个我放弃了，所以讲讲迄物件当中要会当完成，像师主长伫咧钱的物件，当然咧做物件，当然咧有一个过程，修道嘛是一个历程所以讲咧，咱我会感受讲要做大经要做伊真正是有超越的一个地位，那么伊咧讲的这个经卷内底。我互咱师尊来讲伊见性，我是有感觉啦，这是互我感觉，可能互我无你较无遐够，看了做中间，感觉讲是咱是拢咧讲白话，其实实在是咧讲讲无啦，上歹讲，我感觉上歹讲是着做大经你来讲道德经，还是迄个清净经啦还是迄个。看咧咱迄个法华经啦
甚至金光经，其实金光经最初的时候嘛是有人做歹去迄个了解，但是豆豆有听到踮咧师傅建议过去建议把咱咧讲过了咱迄个咱豆豆去记录状况无啊实在有咱毋知伊咧讲啥话，就做大经咧伊拢是用往迄个内性落去观落去求迄个心情，实际讲的是无简单的这是我一个感觉以上，这个所有的心理健康的事情。好，左边。主持人好，各位学姐大家晚安。咱有一个有书传讲，今仔日是109年的这个六祖坛经最后一班，嘛要参加一下来分享一个。比较咱浅显的分享，咱做清楚。我感觉感受真济，好是我若初学嘛，感觉今仔日这批是语文品，当然是这个话刺史你甲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咧问这代志，讲咱世间人足侪人会去拜佛啊、念佛啊，做啥物仪式啊，做啥物法事安尼这个心是会达到阮个这主席甲领袖是咱去达到这个社会的意见。当然是咱教授问题，所以分析讲因为这个问题，这个建议是咧讲咱伫这个去西方，还是伫心内的西方，其实是一体。面上甲文字是讲有遐，其实咱内心本身就有伫遐甲有去遐甲有伫遮的时阵，是咱讲做这个习性甲这个法治。当然你若要行习性，你着变成做习惯。这生活当中会流来就是咱这个心靠力。咱大家拢有知影讲，心有三毒，这个靠有四毒，这个义这个贪嗔痴嘛三毒。这原来你甲显露出，甲你甲清清楚楚去甲伊来去理念的，其实咱当下就伫咧西方的地方世界。伊当下就希望，毋是讲去到遐，也是做啥物仪式，也是讲读啥物经、看啥物册、做啥物代志会去遐，迄是一种来讲迄个想。咱是今仔日学这个经义咧，听讲到伊是咧讲咱本身的清净喺咱个心靠伊内面。所以咱平常流露出来咱爱去注意。我请你借着一个故事讲咱家的门口有一天出门口爱包垃圾会送，咱会想讲送个人同咱第一遍，咱会感觉讲是送的。咱会感觉可能咱兜的人囡仔换手头发去藏垃圾做。即摆咱会甲是安有可能明仔载讲伊若一包愈来愈大包。这包电门咱内面来讲，这啥物人摕去包进咱门口？无咧，毋知啥物人摕咧，有可能咱个心里讲，这啥物人较歹心，摕垃圾在咱兜门口。即摆是心内个疑问愈来愈严重第三天又一包来我看着赞袂了，有可能就去掠，要查，有可能就开1万块咧，装水的机咧，发现啥物人放了一包垃圾伫咱个门口，别人毋肯爱放在咱门口，这是一个足简单感觉毋是足简单，足异常足少人过咱市面互咱体会讲，咱个心是毋是会起心动咧？讲，这个物件，当安尼咱就去受着迄个嗔恨心无同理心，也是无病的心，会生足侪心酸。其实咱已经伫地界啊，咱可能咱过去到咱修行公会这几个差不多都脾气暴躁即摆早咱嗔恨是讲要甲对付咱
咱落去保卫，就是这个社的这个最严重，咱建议咱唔知影。咱咱现在学到做到某程度的问题，咱来掌握掉。我来好彩遇到这个代志，所以每一件代志的时阵，我先我去想过讲，培养的讲，把囡仔好来去。你老师的动作，你叫你人家想啊，可能你就该当做你练，迄是你练的尔。哦，有钱无钱的，拢无关的，是要咱来稳性、习性、惯性，或是讲OK。哦，这个祝福甲 OK， 讲我是受到要学的一个风险。哦，咱互我伫78年，有一天咱道中的一个见面者，讲要招咱去鹿港去买辅导啦。辅导好啊，要用做咱来啊，咱初学尔，咱学到了，咱前辈者拢会买，而且咱做去参。即摆坐去咱比较好落的高人做的车，骑50公里。即摆咧开吼，忽然间有一个车伫个头前甲溅落，溅落时吼，迄个是咱道中的前面车司机啊，伊那是靠迄个气管起来，迄雨迄种拍落吹去，头前甲插在头前，那伊个溅，有迄个心比较报复的心啊，互我是车来坐哦，伊是个初学吼，伊感觉哎呦，咱这前辈车。咱是一个足善良、足要学道的修行，若家己在开车，别人甲咱见的，咱总要去保护个道见。哦，这是互我安尼30几天，这个印象真个。毋是要放人，是咧警惕家己个吼，警惕家己个。虽然是一个动作，这个依据现可能咱会发现，咱在座拢爱注意，因为咱。无人甲咱惹，无人甲咱去侵犯，咱就是危险，是要破坏，是讲小可的迄个感觉，咱会掌握着。或者是一个平常哦，伊个生命最行的过程当中，咱可能发生着的。哦，这是互咱做警惕，提出来哦，大家做差不多讲，因为咱整个司法体制吼，咱良心保持，无论咱想伊未调工，伊做伊未调工，伊是要做什么？咱是用可能咱去甲再想咱人动着，无是咱人对，是人唔对。咱即摆这是咧培养我们反观制造，原来我们有种种的一些不如法的那种意见，但是我们不知道，然后我们就产生另外跟他同样的一个动作，那能够罪上加罪的。这是奉学节今天的疑问笔都这个对话都没有在那个实生在我们内心。生活在实行，以上跟各位分享，你看法所以讲前人是个前人的见谅，希望各位浅显，这身体健康，大悟红尘，谢谢。当然感谢咱组长其实是大家人。就分享啦，其实当然都会去讲到点心啦，因为讲到心嘛，就是讲当咱当个代志，伊迄个失去冷静的当下咧，有啥讲咱当个代志爱事业，当个代志，来讲进前3步，退后3步，来回行3步。因为就是要互你伫当下看会冷静，因为通常拢有当时是，拢讲伫迄当下内底行起来，有当时代志发生了，你才会后悔嘛。但是当然后悔就是因为咱的冲动嘛，所以有当咧讲，为了300块开始一个人，咱大家想着讲，当伊冷静，讲无要紧300块，3万，到底3万块。3万外还是讲发生代志啊？咱冷静的时有当时一时就移前高分嘛，所以讲其实要看讲有当个代志，咱拢看会当尽量保持互伊会当较冷静，较冷静来你咧处理代志，当然就较 OK， 应对会比较好啦。当然即种嘛讲伫修行学道咧。
来学习，所以讲的拢伊讲的心，伊当下当年好甲歹的当下，咱有法讲把持会调无？以前甲把持互会调，莫冲动要安怎去处理心事，个无共款。往往拢是伫迄冲动当下，哦，啊，伫迄当下内底代志发生啊，别人嘛无法度。哦，啊，咱不断就是讲要对心去下功夫，就是讲当着好甲歹，总是拢是心性上功夫啦，毋是讲当着歹啦，当着好嘛爱咧。安怎讲？哦，我即摆学人无在这，你拢叫我第一名，安尼敢有空好？安尼好啊，大人好代志嘛吼，毋不但大人是你讲吼救众生，结果互我举一个空格心起来，毋知讲当着好甲歹。咱拢伫当下，我们都是要去谨言慎行，要须修理这个点。哦，啊，当然讲会较简单，非常困难。啊，不过大家互相勉励。哦，当然是世间啊，讲拢无当着书，或是甲想吼，可能较困难啊。哦，啊，有诶时阵，我要去甲当作真善美。哦，嘛是咱成就历练一个很好的机会啦。哦，安尼来安顿我们的心，相辅其心嘛。人讲无法度人含迄个讲啊说，什么生其心？应无所住，应无所住，应无所住。哦，什么？哦，应无所住，以心呐。你无法度人应无以心，就是生其心爱有所。哦，会当住啦，生其心而有所住啦。哦，无法度达到迄个无所住，但是就讲生其心爱有所住啦。哦，就是讲你袂较好功夫，但是你退而求其次，你抑佫无法度通安尼做，其心嘛是一定是一个意见啦。哦，我这意见爱听啦，哦，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啦，吼，啊，顺满如意。啊，感恩啊，大家感恩啊！向无家五行三共前道之功，在之功，三之功，感谢人慈悲之功，坤道之功，在之功，三之功，感谢人之慈悲之功。一起持驾，向无家母行三之功与前道之功，在之功，三之功，持驾前人之功，持驾不前人之功。送驾归等之之功，坤道之功，在之功，三之功，持驾前人之功，持驾不前人之功，送驾归等之之功，归等之功。